睇成分表好豐富就得，小心中咗陷阱啊！supplement 啊，唔好淨係單睇佢嘅成分多與少啊，其實佢嘅成分用量啦，加埋呢一個嘅質素咧，先至係關鍵。大部分嘅頭髮補充品咧，都係圍繞住維他命 B 啦、鋅啦，又或者可能 iron 啦呢一啲嘅基本組合。但係其實咧 Nourish 呢一個嘅無囊子彈咧，佢主要嘅核心咧就係北海道海藻糖膠呢一個成分嘅補充品咧，亦都喺市場度比較少見。研究顯示佢可以召喚頭皮微循環，幫你打開無囊嘅營養輸送通道。你補充再多嘅營養，微循環差嘅話，無囊都吸收唔到。市面上其實好多補充品咧寫住一大堆嘅成分，睇落去好似好多咁樣，但係其實咧實質嘅活性成分咧可能根本都唔 work。Nourish 無囊子彈每一個嘅成分劑量其實都係根據咧科研數據決定，例如樹脂萃取用嘅份量係臨床數據證明有效嘅劑量。劑量足夠先至會 work。100% made in Japan 有日本 GMP 認證廠房生產，全部都檢測通過，數據完整公開，冇西藥成分，素食膠囊先至夠膽長期食用。